真热。谢谢一的灯牌，特别热，还没有流量。就还有一点点这个，等再练一段时间，这个地方可能就没有了。而且割包晒黑不可能只晒黑一个割包的，肯定2个割包都会晒黑的。它这个就是光线问题，不然这个割包是白的，这个割包是黑的。欢迎祥云。是会说的。